大家好，學校出咗屬於我哋嘅個人化繪本系列啦。今次想同大家介紹嘅係愛幫忙呢本繪本。呢本繪本以個人化方式設計，俾我哋學生成為故事主角，以第一身角度投入故事，幫助我哋培養正面嘅價值觀及提升語文能力。呢本書配合我哋嘅能力同埋需要，題材生活化，希望大家可以從中體驗閱讀嘅樂趣。你都快啲同家長一齊睇呢本繪本啦！